阿头，我买薰豆精，紧嘞，大那个树对咱的身体真好哦。所以这个树啊，嘛是树薰豆精，才会生甲遮尔悬哦。不是，我无，这个树啊，到底是食啥物，才会生甲遮尔悬？当然嘛是晒日头、数空气，也有啉水。所以只要互树啊晒愈侪日头，数愈侪空气，个啉愈侪水，就会生甲搁较悬，搁较悬哦。嘛不是安尼讲啦。无到底是安怎？甲囡仔讲故事。咱来听故事。母啊！啥物代志？我伫落台。阿母，我等下要去妮妮因兜佚佗。好啊。母啊，你最近哪会拢去种花啊？以前都无看过你做过即款代志。这食物哦，你若是好好甲照顾，伊就会好好大汉啊。虽然有时嘛是会失败啦，毋过看伊花甲遮水哦，你的心情嘛做咧真好咧。敢真是咧？那这盆送互你，借看卖。多谢阿母。你哦好好甲照顾啊，伊哦会发出水水的花哦。阿母，我敢会使送一盆互妮妮？好啊。哦，妮妮的花开甲遮水的呢。什么啊？拢嘛我咧照顾的，迄颗吼就甲花放入花园，就做伊走去啊啦。哦，阿英，你足厉害的呢！你种的花拢开花啊呢，我的拢无开，一蕊都无。迄头有啥物困难呢？像花这种水水的物件，就亲像我同款，只要有水、空气，佮有日头光，就有够咯。哦，嘿。今仔日吼，咱就来特别训练哦。阿英有讲吼，你需要日头光、空气，也阁有水。日头光，哦，最近日头拢足大个，无问题，赞。空气，唔对唔对，哦，吹电风，空气流通，安尼空气新鲜就无问题。阁有。水，哦，啉较侪水，安尼较够大汉哦。好，安尼就会使啊吼。对啊，爱落肥，嘿嘿，你加落寡肥，较紧大汉，较紧大汉。水伤多啊，我的骨要烂去啊！背了足咸的。我的盆栽死去啊！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就昨我去妮妮因兜，看到阿姨拢开花啊，我拢无开花，我就压足侪水，落足侪肥啊，可死去啊！戆囡仔，你真紧弄破碗啦！这种花草唔好急呢，生命有伊家己的时间，你互伊拄啊好的日头光甲水，伊就会好好大汉啊。来，这盆心呢，互你，搁试一摆看卖好无？好，这届爱记哦，豆豆啊来上紧。豆豆啊来上紧。哦，你放心，我即届会甲你好好照顾。细妹，你敢有啉水？有你敢有晒日头？有啊，你敢有伫数空气？这是当然的啊。奇怪，咱平平拢同款啊！你是毋是有食啥物好料的？无你哪会生甲遮尔咯？我哪有？
到半暝，我会想到胖胖的米龙胖，阿兵哥的铁帽啊，阿兄的数学功课，还佫有啥物咧？当要落雪的日头，佫有我刚歹去的头毛啦。人要手机啊，要看手机啊。人要手机啊，你讲好无啦？好奇的囡仔爱耍手机呀，紧摕着手机呀，就欢喜甲，点点滴滴看，袂甲大人吵。安尼敢好，安尼敢好，安尼敢好哈？人要手机啊，要耍手机啊。袂使，人要手机啊，要飞手机啊。袂用滴啦，人要手机啊，要看手机啊。卖啦，人要手机啊，你讲好无啦？无用的大人爱耍手机啊。敢有？紧摕着手机啊，就飞袂煞，点点滴滴看，拢无要插我。歹势啦，安尼讲好，安尼讲好，安尼讲好哈！咱莫耍手机啊，莫飞手机啊，莫看手机啊，来摕擦甲甲。咱莫耍手机啊，莫飞手机啊，莫看手机啊，通来一摆呀。咱莫耍手机呀，出去踅踅看看，莫看手机呀，做伙跳舞唱歌。咱莫耍手机呀，斗阵溜涂骹，莫看手机呀，目睭爱休困啦。你甲爸爸等下要来台语比赛一下无？对啊，就是咱规路行过，我会问讲迄个物件台语要安怎讲，啊，恁相先讲就赢。哦，来，得到糖果。好啊，糖啊，无搁较好诶，串冰。第一个问题，这是啥物？这样，是赢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这是啥？哎，等等，不是马仔吗？这是啥物？你跳落来看较详细，好无？我唔知啥物，其实上应该是马仔吼，我讲是马啊，用茶做的马仔。对啊，啊你啊，这用茶做，你啊？哎，啊你啊，所以恁一个人拢1分。好，题目是这台啥物？车，啥物车？因来车，对，唔对？什么车？蓝车。啥物有咱车？林宝车。林某车，啊我袂晓呢，什么车？林某车，我你啊，无吧？我无讲出来，你嘛无讲出来啊。你几分？你2分，我1分。来继续。没有，你2分，我3分。我帮你出题啊。这是啥？电话条。再换条。 1分。咱来用3分，我3分，你3分。我3分。哎，搁一个。我搁要出题啊。摄影机耶。我帮你出题啊。好，这是啥？这。马路。无这个。这个。停车场。停车啥物？停车场。停车场无一个尔呢。这个。想袂出来。我帮谁按吗？停车我袂晓。停车场。
停车，等下，你甲我讲一个停车咩？停车格，停车格，停车场，停车场是较大的迄种啊，所以停车格。做伙讲台语。尼木车，尼木车，喙暗，喙暗，电火条，电火条，我呀，我呀。我即马知影，无论是花是草，还是树啊，拢爱好好啊甲爱护。若是伫外面看到真水的花，嘛袂当乌白眼哦。安尼大家才会当看会到。后一回爱继续收看咱的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再会。